大埔宏福苑5級大火發生去到而家已經接近3個月，特區政府應急住宿安排工作組經過年月嘅研究，正式落實由政府出資收購屋苑被焚毀嘅7棟樓宇業權，而未被火災波及嘅宏志閣，則由於香港法律對私有產權嘅嚴格保障，暫不提出收購。但政府同時強調，若果宏志閣一眾業主就住收購業權達成高度嘅共識，並且主動向政府提出，政府係會因應佢特殊嘅情況再作考慮。我認為政府最新方案喺尊重居民意願同埋法律法規之間已經取得最佳嘅平衡，係值得社會支持嘅。政府喺1月9號開始透過一戶一社工收集受影響業主對於唔同長遠居住安排嘅初步意願，最終收到1975戶，即係超過99%業主提交嘅意見。結果顯示，超過70%，大約74%，即係1458戶，表示係會考慮接受政府向佢哋收購業權。表示唔會接受嘅，則大概係12%，即係241戶。而喺呢241戶之中，有183戶，即係佔總戶數大概9%，表示只係接受原址重建。雖然大家都明白係冇完美嘅解決辦法，但係最大公約數肯定就係最可取同埋最可行嘅方案。從問卷結果可以睇到，由政府出資收購係獲得咗大部分宏福苑業主嘅支持。應急住宿安排工作組亦都從善如流，喺照顧佢哋意願嘅時候，提出優於市場成交價估算嘅收購價，即係按實用面積計算去收購受災嘅7座樓宇。未補地價嘅單位每平方尺係8000蚊，已經補地嘅單位每平方尺係10500蚊。上述收購價已經較香港測量師學會早前根據宏福苑災前市場成交價估算為高。當時嘅價值係未補地價單位嘅平均實用面積尺價大約係6000蚊，已補地價單位大約係8000蚊。呢個係充分證明咗政府的確係務實咁樣將宏福苑火災列為特殊中嘅特殊個案，期望協助居民盡快重過新生活。當業主向政府出售業權，收取收購金額之後，可選擇自行將呢筆現金用於長遠居住安排，亦都可以先收取現金，然後選擇參與政府為宏福苑業主而設嘅特設銷售計劃，購買新居屋或者係綠置居項目嘅單位。另外，為咗協助部分唔係咁想處理大量金錢嘅業主，政府亦都提供樓換樓選項，業主係需於8月31號之前確定佢自己嘅意向。必須承認，喺香港法例明確保障私有產權嘅前提之下，宏福苑嘅業主係的確有權拒絕出售業權嘅。但係綜合現實情況嘅考慮，堅持做釘子戶明顯唔係理智嘅選擇。此舉固然唔會影響其他接受政府方案決定出售業權嘅業主佢哋嘅長遠住宿安排嘅進度，但係釘子戶自己就會因為曠日持久嘅司法程序而身心俱疲，加上佢嘅物業並無重售價值，絕對唔係一個理智業主會考慮嘅選項。至於未受大火波及嘅宏志閣，情況就較為複雜啦。事實係宏志閣係未有受到大火波及，所有單位基本係完好無缺嘅，大廈公共設施亦都冇損毀。而有一定數目嘅宏志閣居民表示希望返回單位居住。由於對於出售業權係冇共識，政府並無法律理據強行收樓。喺尊重居民意願、尊重法律、尊重私人業權等嘅前提之下，政府現階段係唔可以將宏志閣亦都納入收購同埋拆卸嘅計劃。雖然係咁，因應宏福苑嘅情況特殊，若果宏志閣嘅業主喺8月31號之前就住收購業權達成高度嘅共識，並且主動向政府提出，政府亦都已經承諾係會再作考慮。我認為政府提出嘅長遠住宿方案已經係情理法兼備。7棟出現大大小小結構問題嘅樓宇固然應該收購，而基於尊重私有產權，
政府亦都冇辦法強行收購結構仍然良好嘅宏志閣。呢個決定係對法律同埋法治嘅尊重，係值得一讚嘅。另一方面，喺處理宏福苑善後工作上，政府一直秉持以情為先嘅態度。只要一眾宏志閣業主願意並且達成高度嘅共識，政府就會重新考慮進行收購，主動權完全喺業主嘅手上。事實上，一眾宏志閣業主不難想像，雖然宏志閣係未被火災波及，但係宏志閣身處災區之中，環境同埋配套設施已經大幅轉壞啦。即使獲得保留，樓宇價值亦都已經大打折扣。而作為單棟嘅樓宇，佢嘅管理亦都會出現種種嘅問題。此外，宏志閣周邊未來將會全部都係工地，拆卸工程啦、地基開挖、重建噪音同埋飛揚嘅塵土都會持續多年，絕不理想。政府已經就宏福苑嘅長遠住宿安排，包括宏志閣嘅處理，作出咗清晰、具法律基礎嘅決定。就住宏志閣嘅業主，政府並未有完全否定提出收購嘅可能性。只要各位業主能夠達成高度嘅共識，政府就會考慮將宏志閣一併納入收購。固然有部分宏志閣嘅業主係希望留守災區，亦都有業主或者會認為自己單位完好無損，點解要被強迫遷出呢？但係既然政府已經就其他7座提出咗相當優待嘅方案，各位宏志閣嘅業主亦都應該要詳細研究一下，並且權衡宏志閣嘅情況，認真考慮係咪應該主動向政府提出一併收購佢哋嘅業權。圓滿處理宏福苑業主嘅長遠居住問題，唔單止可以讓居民放下執念向前睇，亦都係香港整體社會走出大埔火災陰霾嘅重要一步。若然宏志閣大部分業主能夠達成共識，希望政府能以最大誠意喺公帑許可範圍之內，重新考慮將宏志閣一併納入收購。等所有宏福苑業主能夠體面咁樣離開呢個傷心地，有尊嚴咁樣重建生活。